照星期一不吃肉，切合时下环保诉求的创作，是汤运焕对地球的关怀，让心换个角度看，来自真实体会。我有练瑜伽，我突然发现世界真的不一样。它为什么不一样？其实我们在世界其实没有不一样，只是我们把头翻过来看这个世界，它居然是那么样的不一样。所以文化、语言、人生也都能翻转，用西洋音乐底子打造客家新声音。更进一步，教不会母语的客家华侨找回根底。因为他觉得对人来讲可能是一个学习新的东西，不过对我来讲，其实它是我音乐或是甚至于客家音乐的一个延伸。我就想说借由这个机会，可以就是可以进客家话，就是可以多学一点，然后也可以学一些就是歌，可能可以就是唱给他们听。对客家音乐的期待，就像突然望向自家13楼外的天空，向往深广遨游。我想在客家音乐，我一直有抱一个很大的憧憬，希望它将来能变主流的一部分。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方向，就是客家音乐方向，应该是面对大众。所以你做的客家音乐就不再是关起门来，是希望对外大鸣大放的，没错，对不对？没错。所以你想要跟观众说什么呢？你用爱同观众讲嘛嘅？认真听后生人嘅声音，认真听年轻人的声音。对，没错，没错。流行的价值是被创造出来的。当客家音乐可以吸纳越来越多的爱好者，谁说它不可能从小众变成大众，从非主流变成主流文化呢？唔想愛同公眾講嘛嘅，認真聽後生人嘅聲音。唔想愛同公眾講嘛嘅，認真聽後生人嘅聲音。